大家好，今日參加咗惠州2日1夜旅行團，只需99蚊，行程標明純玩團，冇其他自費活動，包晒所有餐。究竟呢個價錢可以提供咩質素嘅酒店及食物？想知道有冇總服？大家睇埋落去就知。其他嘢有嗎？你啲？下午2點準時喺羅湖口岸門口集合，導遊先幫我哋分好組別及座位，簡單講解下就出發。之前不如我哋先派啲水俾大家好熱啊，因為好嘛先攞支水先OK。我哋呢個君蘭酒店嘅 OK 咁亦都到達我哋呢個奧地利小鎮啊。導遊派咗酒店房卡及晚餐自助餐券俾我哋，跟住上房檢查房間。酒店房間非常乾淨，日常需要用品都有提供。房間出面推開門有個大露台，望出去視野廣闊，對住個湖景同泳池，感覺非常舒服。我哋就係過橋呢度行翻過去。咁我哋嘅餐廳呢個玻璃橋望落去雖然唔係好高，但由於係吊橋，腳踩落去都會浮腳，都幾得人驚。行到對面原來冇得落去，要行返轉頭。早知就唔行晒成條，喺橋頭影下相就算。呢個廣場都幾大，拍攝當日仲有車展，行到成身汗。入去愛麗絲蠟像館邊參觀邊嘆下冷氣。呢度唔算好大，啲蠟像都有我哋識嘅明星同埋國家領導人。文化廣場呢度都有好多人精心打扮嚟影相打卡。如果鍾意做手工嘅朋友，呢度有好多種類嘅工作坊，線仔、玻璃、熊仔、手袋、卡通貼圖等非常之多嘢玩。行程嘅第一餐酒店海鮮自助餐，首先睇下熱菜都有10幾樣。有成隻煎魚，即叫即煮嘅麵，蒸嘢都有好多款，即切燒鵝、燒味。甜品方面都有好多款，細細嚿好精緻。飲品方面，除咗正常嘅嘢飲，仲有啤酒。水果都有好多款，
飲品、咖啡、果汁都係隨便任飲。手切三文魚、吞拿魚最受歡迎，仲有大嘅八爪魚酥。沙律款式都好多，有熟咗嘅蝦、青口、扇貝等等。食完7點半過文化廣場睇表演。表演完咗之後，開始自由活動。呢度有卡拉 OK、健身房、或者到泳池游水。第一日行程圓滿結束。第二日7點起身，7點30分落樓食早餐。今日9點30分要準時交房卡同埋上堂聽書，所以團友都好準時。今日早餐就冇晚餐咁多人咁逼，睇下早餐有咩食。有菜、水煮蛋、炒西蘭花、墨魚餅、番茄、同埋好多炸嘢、餃子、煎包、麵都有好多款，同埋蒸嘅主食。西餐麵包都好多款，沙律都有。早餐真係好豐富，食得好飽。聽完書大概12點，我哋就嚟愛麗絲餐廳食午餐。呢度環境好舒服，裝修好有氣派，好有宮廷嘅感覺。我哋10個人一張台。呢餐總共1個湯10個餸，加1碟生果。我哋食完仲剩返一半，團友都話食得好飽好滿足。哇！咁快就嚟到行程嘅最後一站，惠州手信步行街。呢度檔口唔係好多，有梅菜檔、海味雜貨、涼果店，5分鐘左右就可以行完，行一圈趌下架，最後買咗包橄欖。用嚟煲湯都好清甜。行完街就過對面嘅惠州西湖行下，呢個係國家5歐級嘅景點，果然非常清幽雅致，而且好大，行一圈可能要半日，時間有限，只能影幾張相。2點坐車返深圳，今次跟呢個團真係覺得物超所值，好高性價比。住5星級酒店，食足3餐，酒店環境以及食物嘅質素各方面都好滿意。成個旅程大家都非常開心。今次每個人團費99蚊加2日服務費160蚊。如果唔買保險，每人只需俾259蚊。真心覺得旅行社冇錢賺。條片就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支持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